點樣可以將娛樂圈改裝到好似雞竇一樣呢？即係妓院啊！韓國喺呢一方面嘅經驗，佢認第一，冇人夠膽認第二。大家都知道韓國嘅娛樂文化咧，聞名全球嘅，但我哋冇睇到嘅係佢哋嘅娛樂圈入邊遍地都係黑暗。呢一啲娛樂圈嘅女藝人、女團成員，日頭係光鮮豔麗、萬人追捧嘅明星，一到晚黑，直接就淪為咗財閥嘅玩具。影后李恩珠因為承受唔到壓力，患上嚴重嘅抑鬱症，最後掛臘鴨上吊自殺添。佢留低嘅遺書淨係寫咗一句話：呢個圈子真係好邋遢啊！仲有張之妍同樣喺屋企自盡，佢寫咗足足230幾頁紙、15萬字嘅遺書，講到自己過得慘過乞兒。韓國娛樂圈光鮮亮麗嘅背後，到底隱藏咗幾多無人知嘅黑暗呢？喂！咁一切就要由1961年講起嘅。朴正熙政變上位之後，就啟用咗對韓國全盤嘅改造計劃。當年嘅韓國可以話窮到剩返人嘅，為咗令國家快速富裕，朴正熙真係咩手段都用到盡啦，差啲自己仲親自上陣添。佢將國內大量男性送去國外做外派勞工，變相填補咗亞洲冇黑奴貿易嘅空白。以前嘅黑奴貿易用嘅係鐵鏈鎖身。而韓國新式嘅黑奴貿易用嘅係一句洗腦嘅説話，為咗子孫後代，你哋忍一忍呢？但老實講，韓國嘅男性仲算係幸運嘅，真正可悲嘅係韓國嘅女性。當年政府為咗賺外匯，竟然公開鼓勵女性去做駐韓美軍嘅慰安婦添，甚至專門搞咗好多培訓班，教呢啲細路女點樣去冧掂美軍。朴正熙就靠住呢班女人，同埋呢一班外出嘅勞工嘅血汗錢，對出咗三星呢啲超級財閥，將韓國硬生生推成咗發達國家啦。但亦都為韓國埋下咗兩個最大嘅隱患：超級財閥霸權同埋極度橫行嘅色情產業。大家睇韓劇入邊嘅霸道總裁劇情，財閥嘅勢力大到隻抽政府嘅，呢啲劇情放喺其他國家根本就冇可能，但喺韓國係日日上演嘅真實情況。財閥係韓國政壇永遠跳唔過嘅大山，就連美國華盛頓郵報都曾經笑住形容韓國根本就係三星共和國啊！而呢一切都為後來韓國娛樂圈嘅悲劇埋下咗最深嘅禍根。好多人都知韓國好中意抄襲，但你哋絕對唔知佢哋引以為傲嘅娛樂產業其實都係抄翻嚟嘅。當年韓國見到日本靠偶像產業賺大錢，即刻照搬過嚟。大力發展男團、女團文娛行業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，韓國經濟直接崩盤。時任總統金大中行咗一步歪棋，竟然娛樂咁賺錢，乾脆將娛樂圈列入咗韓國核心支柱產業。從此之後，韓國進入咗流水線打造偶像嘅時代啦。全部以團體形式批量出道，由2007年到2017年，短短10年咋？韓國出道咗436個偶像團，平均每8日就一個新團出道啦。韓國總人口先得5200萬，但練習生嘅人數咧數以萬計。本土市場早就已經捲到死鳩咗，最離譜嘅就係分成制度。新人階段公司咧直接抽走咗70%到90%嘅收入添。成個團先分得剩翻嘅1成，好多練習生偶像一路出道，一路啊負債，做咗2-3年仲喺度還緊債嘅。咁為咗賺錢，為咗生存，經紀公司同藝人開始行各種灰色黑暗嘅捷徑啦。年僅25歲嘅影后李恩珠頂唔住壓力上吊自殺，佢嘅日記入邊淨係留低咗3個字：好邋遢啊！知情人士爆料，佢嘅經紀公司長期用天價嘅違約金要挾住佢，逼佢出席各種嘅私人飯局，服侍財閥同埋高層，長期被財閥虐待同埋玩弄。李恩珠離世4年之後，26歲嘅女星張智妍同樣選擇自盡啦。屋企入邊揾出230頁嘅遺書，字字句句控訴經紀公司喪心病狂。佢甚至詛咒自己做鬼都唔會放過呢一班人嘅。張智妍日日被逼服侍4個客人，過得慘過雞嘅，就連自己老豆忌日都冇得休息嘅，一定要出去陪酒陪玩，討好財閥客戶嘅。佢無數次想逃離呢一間公司，但天價嘅違約金逼到佢唞都唞唔到氣，最後只可以用死結束呢一種地獄嘅生活。但最諷刺嘅係，張智妍死咗，所有涉案嘅財閥同埋高層全部安然無恙。
多年調查落嚟，淨係得一個經紀公司代表被判坐咗1年6個月監啫。盲嗰個都睇得出呢一個只係頂罪嘅替死鬼啫。財閥勢力滔天，色情文化泛濫，偶像市場嚴重飽和。李恩珠、張子妍嘅悲劇根本咧就唔係偶然，而係必然嘅。經紀公司要賺錢，就要一定討好財閥，所以手下所有當紅嘅女藝人都淪為咗財閥嘅私人玩物，經常咧仲出現多名嘅女性同幾個高層大亂鬥添。女團成員根本就冇得揀，一方面負債累累，又想紅又想翻身，一方面又俾天價嘅違約金死死咁綁定，任人魚肉啦。甚至有部分嘅練習生為咗快速出道，攞資源主動去討好財閥，出賣自己添。喺韓國娛樂圈，你越紅，你知名度越高，就越容易被財閥集中，變成咗專屬嘅玩物。好多人會問，點解呢一班女藝人唔識得聯合起嚟玩礦嘅咩？現實好殘酷啊！韓國偶像練習生多得嘔電，你唔做，大班人爭住做啦。韓國藝人多到嘔，根本唔存在稀缺，但市場就得咁大，蛋糕就得咁多。想出名，想賺錢，你就只可以出賣靈魂、出賣身體啦，去討好上邊嘅財閥。財閥就好似一座搬唔喐嘅大山，壓住咗所有嘅藝人啦。你聽話你就冚撈，你玩礦直接收你皮。咁多年嚟，韓國都有試過改革㗎，將韓劇、韓流輸出海外，吸納海外嘅市場，緩解內卷。當年韓流殺入中國，翻唱韓文歌，韓劇熱播，的確幫咗韓國娛樂分流咗好多嘅壓力。但始終賣閪唔夠保護狼，無論海外有幾風光，韓國本土娛樂圈嘅灰鎖黑暗，從來咧都冇變過嘅。經紀公司為咗博取財閥支持，依然咧不停安排藝人特殊工作啦。有機構統計過，接近70%嘅韓國藝人有個被逼陪酒、陪玩、陪瞓嘅經歷，女性藝人佔比高達63%。日頭佢哋係光鮮豔麗、人人羨慕嘅偶像，但一到咗夜晚，佢就只係一盤盤俾財閥任意享用嘅工具啦。好啦，今期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